建安13年，西域208年秋，长坂坡，溃军南走，百姓哭声不绝。刘备失散，赵云护送阿斗，关羽生在北岸，而最后一段路需要一个人站出来。阵旗如枪，马蹄如雷，藏军万千，压向花前。球还在，路未断，退路却正在消失。胜败自已的，被留下来的不是命令，而是时间。我不是来守城，城里人早已走空。我不是来求生，生路在别人身后。一步退，万人止；一步立，天地替。他把断掌板桥，只留一段距离，让敌人恐惧难以追到。矛在手，抵在脚下，我听见马顺，也听见自己心跳。不是怕死，而是知道此处若空，整条路都会塌掉。万要燕人仗义的，谁敢过桥？生如累累，风向逆撞，万且止步，一人当官。赵军不动，不是因为巧，而是因为不敢确定桥后面还有多少命要付出。多少命要付上。我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强，而是因为我退了就再也没人能战。城未落，马未行，整个战场被一个名字按住。决心不是失控，是承担。一声不退，换千里生还。一声不退，换千里生还。张飞掌板桥头一声喝，为战一人，却救下整支军队。此一不在胜负，却刻进史书。不是冲锋哦，梦不是乱战，是在万人之前，先把自己交出去。后人说起仗义的，不只记得他生如雷霆，掌板一合，退敌万骑，而是在乱世远去之后，人们仍然记得。有一种勇，是把恐惧